哦，王老师，嘿，虽然呢只15啊外吼，嘿，但是功夫确实是好功夫哦，咱来个欣赏一下哦。来，王老师哈。涛哥，你来一下。好，这个王旭乐老师他们的罗汉画课哦，但是我老师讲其实并不是罗汉哦，并不是罗汉哦。今天咱原来有这个好大这个杜文龙老师来哦，伊嘛说这是罗汉哦，所以可能是罗汉的身份较不同哦。王老师哈，有这个罗汉哦。过来是就是咱玉井吼后大上江店的这个杜文龙老师的这个罗汉吼，是18手吼来。